大家好啊！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 CityGo 嘅一套嘅智能控制系統。呢套系統咧係十分適合用喺住宅啦、酒店啦、寫字樓啦同埋商場等嘅項目嘅。CityGo 咧研發咗一套專屬專利嘅 ICS 控制系統。呢套控制系統咧係透過咗優化底層嘅軟件架構，咁有效咁咧解決咗無線系統常見唔穩定啦，唔能夠連接太多裝置嘅問題。呢套系統咧係支援啦係有線、無線同埋混合式嘅使用，具有無限制距離同埋數量嘅特性，而且咧就可以喺冇無線網絡嘅情況之下，能夠可以獨立運作。系統咧就具備咗彈性、安全性同埋可靠性，適合於各大小型嘅項目。ICS 系統咧就分為咗三大嘅部分嘅。第一咧就係我哋最強嘅無線控制嘅方案，係採用咗 Zigbee 嘅無線技術啦，並且重寫底層軟件嘅架構，確保喺多設備之間嘅通訊穩定。喺冇無線網絡嘅情況之下，亦可以獨立運作，亦可以隨時增加呢個設備嘅模組。特別咧係適合喺住宅啦、辦公室啦、酒店等中小型嘅項目。安裝容易，可以喺唔影響裝修嘅情況之下咧，係安裝我哋呢套系統嘅。嗱，第二咧就係有線系統啦，係採用咗485通訊整合多功能嘅模組，網絡穩固可靠，適合大型嘅項目，例如購物中心、酒店同埋大型嘅建築。同時亦可以支援咧 API 嘅連接，方便同第三方系統整合。第三，我哋呢套系統咧更加可以咧係有線咧加無線混合咁使用嘅。當你用有線系統嘅時間，但係遇到偏遠嘅位置啦，或者佈線困難，混合方案咧就會提供到最大嘅成本效益啦。你可以新增無線嘅模塊，例如開關啦、感應器啦、溫度控制器啦、面板等等，唔需要大改你個結構或者係重新佈線，安裝更加方便，施工期同埋成本咧都能夠更加容易掌控。可能咧有啲客人咧就會問啦，你哋同一般嘅 IoT 產品有啲咩分別啊？嗱，一般嘅 IoT 產品咧多數係以單品為主嘅，依賴 WiFi 啦同埋雲端後台嚟運作，容易受到干擾，裝置一多咧就唔穩定㗎啦。斷咗網咧就唔能夠運作，但係我哋嘅系統咧就全部冇呢啲咁嘅問題。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 IoT 產品同埋其他知名品牌嘅資料比較。嗱，大家可以睇下比較嘅內容。呢份表格咧，其實我哋係根據 ChatGPT 所尋找出嚟嘅。大家啦會見到第一點咧，就係個系統嘅架構。IoT 咧一般係以單品為主啦，依賴咧 WiFi 同埋雲端，缺乏咗統一嘅後台。CityGo 嘅 ICS 系統咧，就係包括咗有線啦、無線啦，同埋有線加無線咁混合使用。安裝嘅時間咧係可以根據唔同嘅情況同埋唔同嘅系統咁用，更加有彈性咁安裝。第二點咧就係個穩定性啦。嗱 ，IoT 咧係好依賴啦家用嘅 WiFi 嘅，係好容易受干擾，同埋啦喺多裝置嘅情況之下咧就唔會穩定。而我哋嘅系統咧係重寫咗軟件嘅底層架構，完全咧係改善咗以上嗰啲問題。第三點咧就係個網絡嘅依賴啦。嗱 ，IoT 咧係高度依賴咧雲端啊，斷網嘅時間咧佢嘅功能咧就會大幅受限。我哋嘅系統就可以完全咁獨立運作，喺冇網絡嘅情況之下咧，仍可以維持自動化。第四點咧就係深度嘅整合啦。CityGo 嘅產品咧係包含有線啦、無線啦同埋混合嘅使用。配合面板、模組、感應器，完全可以適用於住宅啦、酒店啦、商業同埋能源管理等嘅統一架構。嗱，第五點咧就係使用嘅壽命同埋維護性啦。IoT 嘅產品咧，佢嘅週期短，易停產，喺維修同埋安裝咧都比較困難嘅。但係我哋嘅系統咧係使用模組化嘅設計，安裝同埋維修好容易，亦無需重新佈線。嗱，第六點就係目標嘅客人。IoT 嘅產品主要係用於小型住宅嘅項目，我哋嘅系統係多元化，咁用於包括住宅啦、商業啦、酒店啦，同埋要跨平台統一管理嘅客人去採用。最後同大家睇睇個總分。嗱，咁大家可以睇到 CityGo 同 IoT 同埋其他品牌嘅評分嘅比較。
跟住落嚟咧，我介紹下我哋特色嘅面板。嗱，面板咧係主要分為啦簡約經典嘅 CG600啦，時尚感重嘅 CG700啦，同埋極簡藝術風嘅 CG800系列。有金屬或者高透明材質可以俾大家選擇。另外咧 CG700呢個系列咧，亦係可以有手感觸發背光呢個功能，雙色狀態顯示，同時亦可以調整背光嘅亮度。面板咧係支援客製化，你可以自己選擇按鍵嘅顏色啦，同埋文字 icon 等等，令到呢個按鍵嘅功能咧係更加清晰易用。我哋同時咧又係提供咗多種嘅顏色可以選擇同埋配合室內嘅裝修風格，並唔係一般坊間嘅公模設計。你更加可以上載自己喜愛嘅圖片做背景，以顯示個人嘅品味同埋特色。除咗面板之外啦，我哋就要介紹一下我哋嘅配件。我哋嘅配件咧就包括有網關啦、有線同埋無線嘅模組、多功能嘅遙控器同埋電池嘅感應器，包括咗人體感應、光度感應、溫度同埋濕度嘅感應，以及門磁嘅感應器等等。喺呢度咧，我要特別介紹下我哋嘅電磁式嘅感應器啦。佢係無需要拉線，安裝方便。可以咧係選擇安裝喺唔同嘅位置，同埋咧係可以隨意調校角度，可隨時增加。使用嘅壽命咧可以長達10年，更加可以自行更換電池，安裝容易同埋方便咧呢個功能嘅擴充。跟住咧，我亦會介紹下我哋套 ICS 系統嘅控制功能。首先咧係燈光嘅控制。我哋可以做到啦專業級嘅燈光控制啦，為你咁細緻營造與別不同嘅燈光效果。例如啦，係支持燈具嘅色溫調節啦，營造不同嘅環境氣氛。我哋咧係可以調節唔同嘅色溫，例如咧3000K、4000K、5000K， 以及咧無段式咁調節，支持咧直氣式以及0到10伏嘅燈具，亦有啦100級嘅光暗調節。系統咧更加可以咧獨立咁樣調校最低或者最高光度嘅級別。亦可以啦，獨立咁調校淡入淡出嘅時間，以令到啦唔同嘅燈組嘅光暗同步化，而營造唔同嘅燈光效果。我哋咧亦有提供燈具，燈具方面咧亦係經過咗我哋配合模組細心咁調校，以達至咧係與別不同嘅燈光效果。跟住咧我就介紹下我哋嘅窗簾控制。我哋咧係可以做到咧自由咁調節窗簾嘅開合嘅百分比，例如咧係關閉咧30%，關閉咧60%，全開啦，以及可以咧係無段式咁調節，同埋啦係控制唔同類型嘅窗簾，例如軌道窗簾啦、捲簾、百葉簾等等。我哋咧亦有提供窗簾嘅馬達，一裝即用，簡單方便。另外咧就係室溫控制嘅系統，可以咧控制任何使用紅外線遙控嘅冷氣機、VRF、VRV 以及咧 FCU 空調系統等唔同嘅設備。亦可以透過咗 Apps 遠端咁控制家中嘅冷氣，例如模式啦、風速啦同埋溫度等等。另外咧就介紹下我哋嘅場景控制啦。我哋除咗喺面板之外咧，亦可以透過語音啦、遙控啦、Apps 啦以及 Google Home 嚟控制唔同嘅場景，可以設定咧唔同組合控制燈光嘅效果。例如舒適嘅模式啦、閱讀嘅模式啦、全開嘅模式啦，同埋窗簾嘅開合、房間嘅溫度、
影音同埋各種電器設備等等。例如你想放鬆一下疲累嘅身軀，你用語音講一句 Hey Google Relax Mode， 咁咧燈光咧就會調至舒適嘅光度，播放你喜愛嘅音樂同埋開啟香薰，或者咧只係講一句 Hey Google Movie Mode， 咁咧就會自動打開咗電視，窗簾咧亦關上，燈光咧就調至適合嘅亮度。令你置身喺家庭影院嘅感覺，甚至出門嘅時候咧，可以一鍵咁執行全屋或者你所設定嘅全關模式。以上咧只係一啲場景嘅例子，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去設置唔同嘅場景需求。點解我哋套系統咧係可以做到咁有彈性咧、靈活性咧、穩定性以及人性化？係由於咧無論軟件抑或硬件咧都係由自家研發。以及咧，所有產品咧都係喺我哋自設嘅廠房咧度生產嘅，所以咧係可以控制到產品嘅質量啦，同埋價錢嘅大眾化。過去20年咧 CityGo 啦係做過各項大小型嘅項目，由小型嘅住宅，以至大型嘅獨立屋，以及國內及國外嘅5星級酒店，例如香港嘅香格里拉酒店啦、美麗華酒店、萬豪酒店以及杜拜酒店等等。奧米加手錶同埋愛彼錶嘅全球嘅商鋪啦，亦係採用緊 CityGo 嘅系統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透過以下嘅電郵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亦歡迎咧參觀我哋嘅展覽廳，可以直接咁樣體驗一下。